总理府嘅创作风格是描写真实，佢总系用佢最好嘅文笔、有色彩，同埋有详细描写生活度多嘅事情，不同的作者将小说嘅内容投射到中国各方面，像历史农庄写家庭环境，或是贫穷公婆下两公婆嘅生活，嚟到當真實嘅記錄，日本嘅後台資訊，透過佢嘅文章嚟了解之前階段時光。馬改名？總品梅。馬改？總品梅。總？鄉鄉哦。鄉鄉有乜用？天視劇演出總理府韓國也加為總推妹，佢團小爺同吳公要強相唔輸到祝福嘅戀愛，經過幾道困難，規模簡單將有嘅婚姻仍係真蠻真實。演兩公婆從來唔吵事，背上鋪體了，沒有幾道親密嘅互動，一到對總理府為太妹嘅總體應來講，一種行係錯別你嘅事情。黎明過世嘅下位，你就是呢，我紅起來。就看到我媽媽，佢一定係要靠法人頭前那個水準的吼啊，一個叫啊，青苔上叫，我爸爸喺後面抱着我媽媽。喺我那個年代吼，講一個爸爸一樣抱着媽媽的畫面，幾乎冇安尼畫面啦。一出世來都冇用，我都聽東西嘅人讓我做啊，連初一唔曉得去辦哦，佢都講都寫東西。每人都聽翻比賽，那做片片比賽。啲僵時嘅年代，寫作根本冇辦法落實，所以總部嘅成塊擔頭，仲係係總推妹開起來嘅。有個典型嘅客家五線，食苦淡啱，也老講係一些人歸寫意、歸尊重意。不過有時會同我講啊，就係唔做也歸得，我要拿筆做相，講啊魚攞筆做相嚟啊，講眼前苦啊，樣嘅話，就會同我哋講。就會地下家嘅味道兒辛苦為一些人，所以總理府過生前就希望伊嘅後生嘅唔好做作家，喺講真經愛創作，咩唔好偷家嘅。唔過文筆隨詞就從係貴強嘅基因，就傳本總本人。總理府為太奶嘅總貼面，一些人嘅創作，主要寫農村社會嘅人情風景。伊講生前還留下為一篇冇寫題嘅小說，又為老太，咩係總理府為第三位奶嘅總貼卷，就接定來完成。一部寫定人嘅家鄉嘅作品，家言從強。我嗰個寫一篇吼，要按到家人吼，所以我哋講啊，做唔得嗰個做嘅家人都冇係嚟啊，所以我哋會講啊，我去接，硬係有呢啲一篇小說咧，重點都係番水庫啊，哦，所以故事大綱就會以番水庫為大，以農業為主，哦，因為闽南都農業。總本人唔但將會寫作，未會畫圖，可能總貼面嘅日記唔但將有文字，未有意圖為圖，韓國也會每嘢總選文，未用筆筆來記錄伊生命當中歸前嘅人事物，所以伊畫爸爸嘅背囊，畫阿媽，還畫出嚟啲田丘度歸十萬做些嘢民農言農。我哋自家身邊呢一個熟悉的事物，然後透過眼睛去看，然後用某相同嘅方法。譬如講阿公或者爸爸，亦可能用文字嘅描寫下來，梗係文字可能講惡一些嘅話，梗係用畫圖嘅方式嘅記錄下來啊呢。跟成班當中嘅經驗，用創作嘅方式反映啲作品中，一條內容都係真實發生嘅事情。奶爺同孫嘅更也為真實上上下去。總理府一部年嘅創作都係曾經落擔啲一片土地上，因為一條認為按用嘅內容將會有生命力，未做得見傳遞下去。客家新聞陳永尊、陳心怡、高雄民農報道。